各位尊敬的现场的嘉宾朋友，以及此时此刻守候在直播间的各位观众老爷们，欢迎各位来到2021至2022 Made by 哔哩哔哩国创动画作品发布会的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小齐思君，欢迎各位的到来。 哔哩哔哩国创动画作品发布会自2018年开始举办，每年一度为大家来发布哔哩哔哩出品的国创动画作品的最新消息。今天我们在上海的广福林的湖水之上，迎来了第4届哔哩哔哩国创动画作品发布会。当然，由于今年疫情的原因，我们本次国创动画作品发布会采用了无观众的形式进行举行，仅邀请到了部分的主创嘉宾来到现场和大家见面。虽然我们今天晚上无法和更多的朋友在现场相见，不过我也相信此时此刻热爱动画的大家一定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共同见证今晚有哪些优秀的国创动画会在 B 站为我们发布最新的信息。我们从来不会感到孤单，因为我们也相信热爱动画的人，无论在何时何处，我们终将会遇见。 在开始今晚的动画作品的正式发布之前，首先让我们来听一听 B 站与国创的故事。下面让我们有请哔哩哔哩副董事长兼 COO 李妮为我们发表主题演讲《国创的全球化理想》，有请。 这边请。 今天很特别，4年了跟大家相约在这儿，但今年是空场，开始有点不太适应。大家好，我是卡里。1年1度的动画人聚会又来了。今年我们有大多数的动画人聚集在晚宴现场看我们的直播，也有在座各位的主创在现场。首先，我仅代表也不免俗，仅代表 B 站感谢各位一直对动画的热爱跟坚持。 同时，也感谢对 B 站一直以来的坚定选择跟陪伴，谢谢。在2018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一直在普及一个概念，什么叫做国创？当时很多人还产生一个争议，为什么会需要有国创这个词？国创的意思就是中国原创动画。 但今时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我们国创的事业。那是不是国创就已经完成了当年的目标跟使命呢？答案不是。今天我将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国创全球化的理想。在谈理想之前，谈未来，当然我们要回望过去。 过去4年 ，B 站又做了一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国创，我们已经具备了持续供应精品能力。从2018年至今，我们出品了178部国创的作品 ，B 站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动画出品方。它们包括有像《玲珑》《雾山五行》。 罗小黑战记、元龙、镇魂街等等一系列高质量作品的涌现，我们今天可以很自信地说，国创一定是行业里面不可忽视的一股新势力，也可以在行业与任何一个品类比肩。4年期间，我们也同时上线了 430部作品，在 B 站同时形成了初具规模的观众效应。他们都是热爱国产动画的一群爱好者。他们不单只会看动画，同时也会积极的发弹幕、发评论，进行二创，安利给身边的朋友、同学，告诉他们这个动画特别的好。 B 站也已经成为了动画爱好人群离不开的平台。在 B 站，国创累计的观看人数已经突破了3.4亿，观看时长也突破了19.2亿小时，
用户互动总达超过20亿。不仅需要拥有观众基础，与此同时，用户为国创去付费的习惯也慢慢形成。2年前，我们都在讨论我们做出来的动画会不会被认可，我们做出来的动画有没有观众买单，我们做出来之后，我们还有没有资金可以持续创作优质的动画。但在过去的4年，国创的收入年均增长超过120%，用户的付费率远远的超过了番剧以及其他的品类。好的内容一定会遇到欣赏它的人群，同时好的内容用户一定愿意买单，因为用户还是特别希望动画人能够持续创作更多更好的作品。说到前4年的一些变化，那今年我们又有哪些可以欣喜的突破？在此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主要是3点。第一个是原创力，第二个是 IP 价值的长尾价值已经体现，第三个是全球化加速。原创力有了新的突破，我们可以看一部《时光代理人》这部由 B 站出品的动画片。我作为它只是单一的一个例子做一个举例。我们先看数据，总播放量超过了1.8亿，它在 B 站跟豆瓣同时拿下了高分，在海外跟知名的评分网站也拿到了8.88分的高分，位居全球动画历史作品总榜第20位。不要小看这个小的数据，这就证明欧美市场，我们已经拥有了进入欧美市场用户审美的作品，这是中国作品最好的记录。在这个数据之上的成绩，更重要的，我想分享的是，它是国内第1部成功的现代都市题材的动画片。它在原创力是有了大胆的尝试以及创新。时光代理人阶段的成功，意味着国创大作不单一等同于玄幻、古风、合家欢、科幻等等我们认为对的题材，它也可以很潮流、很时尚、特别年轻。在 B 站有大量的用户就学跳这一段舞蹈，我至今还没学会，反正。这就是时光代理人在片头曲的一个手势舞。这以前这种文化衍生现象只会出现在海外的动画片上，这是第一次国创也拥有了这样的内容跟文化的衍生力。还有一个让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情节，主人公为了拯救跟挽救在地震中去世的家人以及伙伴，他想要调整时空，回到地震那个时候，看看是否可以扭转历史。这个突然与现实题材产生关联的情节，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评论回到了现实。我发现动画也可以同时拥有社会价值。题材上的大胆创新，能够让国创的观众不断的扩大。在时光代理人的用户数据里面，我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特别摘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我们最开始把时光代理人的片子在 B 站推送给动画的人群，发现为什么有很多的受众不是对这部内容那么的第一时间的感兴趣呢？后来我们发现，喜欢时光代理人的用户有很多，超过42%是在 B 站长期去观看电影、舞蹈、音乐、时尚、生活等等的内容。他们甚至在 B 站没有看过任何动画内容。这是一群非典型的动画用户。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
我是很欣喜的。不知道大家看到是怎么样的感觉？这证明了国创的内容可以覆盖更大的消费人群，未来的价值也是巨大。那我从另外一个例子也说明一些现象。玲珑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多次分享它作为案例。先回顾一下它的数据，玲珑总播放量已经达到了4.6亿次，俨然已经成为了中国最成功的原创科幻动画。但这些数据以及这个事实，不会有任何人怀疑跟提出疑问。但这是我想分享的是它的优质 IP 的长尾价值。2年前，我曾经提到，一个好的 IP 能在 B 站的生态产生多元化的呈现。玲珑已经实现了部分。我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数据是，在1年前热播期的数据，今年依然有超过半的流量能够达成。大家不要忽视这组数据，证明 IP 拥有了长尾的生命力。长尾的生命力对 IP 的价值是突破性的。玲珑也是第1部总收入破亿的国创作品，它同时在会员、在广告、在衍生、在授权上都实现了规模化的营收。在2011年 ，B 站的会员购尝试跟玲珑进行一次衍生品的众筹合作，1个月内，它的金额达到了1665万。打破了国内动画 IP 的众筹记录。除了以上我提到的优质 IP 的长尾价值，玲珑还在尝试 IP 的价值多元化开发，包括游戏、影视等等。让我们敬请期待一个好的 IP 在 B 站生态是如何多元化呈现，是如何实现价值的。第3个，全球化的突破。在2020年以来，我们很努力地让各位创作者的作品可以在全球喜欢动画的用户跟前去呈现。我们已经有24部作品在世界范围上线。那在2021年，又有一个新的小突破，奈飞跟索尼首次跟 B 站取得了合作，采购了我们天官赐福、时光代理人等等的海外版权内容。或许，这只是一个开始。以前我们做内容都会先思考怎么满足中国用户的喜欢，之后再去思考怎么做全球化的发行。但是往后，我希望我们一起思考的时候，内容本身好的内容就应该具有全球化的视野，好的内容就应该没有区隔，好的内容是不分国界的。以上4年以来，国创跟各位动画人跟我们一起的努力下，已经完成了从0到1的全过程。我一点都不太担心，国创未来一定能成为国内文化消费的主流。但是，确定的怎么可能有趣呢？在座的各位，为什么持续做动画？我相信各位的梦想也不仅仅在于此。作为一个以动画为初心的平台，哔哩哔哩，我们时刻都会思考，动画的本质是什么？动画是基于幻想的艺术，而热爱幻想其实是全人类的共性，也是人类的天性。因此，动画这个艺术表达形式，从天生就应该突破年龄、突破国界、突破种族、突破肤色，同时也突破语言。
因此，成为全球流行的文化产品，才是国创应该与生俱来的理想。这样看来，国创之路走了4年，好像才刚刚开始。那我们后面在这3步上，或许需要相互共勉一下，继续走下去。首先是题材，题材单一会特别受限于市场对国创的认知，同时很多市场上已有的需求也会被忽视。环看全球最优秀的动画作品，它们都是最具有想象力跟创造力的。我特别喜欢《Soul》这部动画作品，我相信动画可以表达一切，任何的题材。希望动画人可以开阔自己本身想表达的任何内容，开阔这个边界。第二个是情感，说起来都知道，做起来很难。我们都会因为很多客观的因素，放弃了很多本身执着的东西，但情感绝对不能放弃。观众一定会拒绝套路，偶尔会抱怨这个剧情很刀，会给你寄刀片，同时也会挑刺绘画的水平，也会说制作，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拒绝真实。忠实的表达情感，才能超越套路，触达人们的心灵。我要分享一部我今天中午在家里吃饭还在看的一部番剧，它叫《国王的排名》。我特别在推荐各位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动画片。它没有任何猎奇的设定，它没有绚丽的特效，更没有所谓大场景的打斗。故事特别简单，但感动了无数的观众。它一定是今年最成功的动画作品之一。各位准备好纸巾，可能会让你那么长的劳累的能找到某点共鸣啊。第三个是动画的工业化水平，题材跟情感决定了一个内容是否成功，但是工业化的水平却决定了内容的生产。欧美的作品有工业化的能力，我们不再提及。我们可以看一下国内的作品，它叫《凡人修仙传》。制作方通过吸取了真人影视以及大项目 CG 的方式，大大缩短了整个制作的时间，提升了制作的效率。国创应该是一个创作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它不应该是劳动密集型。只有技术跟创意的进步，才能打造出完美跟成熟的内容产品，支撑我们全球化的理想。这4年，很多的变化 ，B 站也一直在变化。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一直没有变的，就是我们始终尊重以及支持着所有热爱动画的人。往后，我跟在座的各位或许也期待跟你们一起做更多更有趣的尝试。再往后会有一个独立的环节去分享。我会更希望称动画人为伙伴跟朋友。刚才我已经稍微说了一下，其实我自己很感动的是，动画这个行业往往初心都是不被理解的。动画这个行业的工作人员跟动画师很苦很累，有很多的日夜，我相信都会想过放弃。起来继续支持，起来继续坚持，画下下一步。有多少的日夜被家人不理解？有多少的日夜
让同学伙伴所挑战，但是我都懂 ，B 站也懂。特别感谢在座的各位对 B 站这4年来的信任以及坚持。最后，为了实现我们国创全球化的理想，我把2018年提出的国创口号依然作为结尾，但是我稍微改了一下一个词，就是把 Make for China 改成了 Make for Global， 代表中国文化走出去。B 站的国创一定会继续加油跟继续努力的。希望待会儿可以看到各位精彩的作品，也希望往后几年我们可以跟各位一起携手实现这个全球化的理想。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卡总您的分享，再次感谢您。您小心一点，舞台非常的闪耀，谢谢您。我们在这里也再次祝愿国创早日实现全球化的理想，同时也期待着哔哩哔哩创造出更多更优质的国创动画作品。刚刚我也在直播间里面看，有很多此时此刻一直守候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对于今天我们要发布的所有信息充满了期待，弹幕一直在刷。所以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作品发布环节。人类的想象力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幻想星系和宇宙，也好奇光年之外究竟有怎样的文明在演变发展。我们幻想超能力与冒险，想象着拥有神奇能力的少年少女究竟会踏上怎样奇幻的旅程。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幻想的世界，共同开启幻想之章。请大家放心，不哭。想和说的区别是什么？对他们来说是是2个字，对我们来说是1个字。他们可以隐瞒，我们不能。他们可以说谎，我们不能。他们是群蝼蚁，凡抬起头的就向我们求助，但他们中的一个听到了些事情，是我们害怕的。我们的家回来，唯一的活路就是清扫他们，而且得赶尽杀绝。这就是最大的敬意。兵行險阻，誓死於期。我們醒標嘅都係人在江湖，心裏有境。
长出来的。师傅，你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啊？快了，快了，马上就到了，在路口了。1分钟，1分钟，绝对不会超时。麻烦给我5星好评啊！喂，醒醒啊，醒醒！这怎么可能？开拓者已经死了700年了。我是高文赛雪，我说的话就是规矩。陈江，县主大人别担心，我会保护你的。自信一点，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新的时代。弄脏了，要重洗了。10亿，别忘了还哦。就一天，你让我失去了这个家，我一定要抓住。Don't you wanna take my heart? Oh, oh. Don't you wanna take my heart? Oh, oh. Don't you wanna take my heart? Oh, I want to leave it. Don't you wanna take my heart? Oh,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跟你一起，也挺开心的。胡之前辈，这是家什么店啊？这里有很多传说。买羊沽酒，谢不敏，偶逢明月要桃李。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要是来我这里的客人疯的疯，死的死，怎么我还没有被抓走啊？哼，可能是因为你隐藏的比较好。欢迎来到 XY 密室。原本以为这只是一次密室的游戏，但从此我多出了一个梦境密室和一个现实的他。在密室与现实的间隙之中，有一个真相。越接近真相，现实越离奇。不可以让无辜的人卷入危险。我不想知道真相了。
谢谢，刚刚看的这几部哇，看得心潮澎湃。相信此时此刻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会和我一样，充满着很多的好奇心。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艺画开天创始人兼 CEO 阮瑞、迷谈动画副总经理、制片人龚文宇、中影年年董事长创始人郭勇、035动漫负责人爱优的密室导演徐佳一同来到台上，和我们来解答很多内心的好奇。欢迎各位。再次欢迎各位的到来。刚刚看完了这些精彩的内容之后，大家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一位一位来了。首先是我们的阮总，因为作为大家无比期待的《三体》的制作方的一员，由于这个制作延期，相信对您肯定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的影响。今天第一个问题特别的犀利，就要请您给我们讲述一下，究竟是为什么会导致这个制作延期？会不会受到比如说疫情方面的影响？好的，那么我想说，这个主要原因还是在我们，还是在我们自己。那其实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这个准备，但是呢，我觉得依然还是低估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这个我们必须得承认啊。两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从这个剧本层面，创作层面来说。那么《三体》呢这一部呢，就是我们一旦进入创作之后的话呢，才会发现就是这部作品它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那么剧这种形式相较于文学，它的承载空间是相对有限很多的。那我们到底从哪个维度去展现这个世界，以及用什么样的节奏和调性语言来去呈现这个其实我们当时做了好几个版本的这个尝试。这个确实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个早期的这个文创层面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它的资产因为这《三体》的世界的话呢，它非常的浩渺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在更有精度和品质的前提之下完成对于这个世界的更全面的呈现这个就导致呢，就是在整个制作过程中发现这个资产的这个量特别大可以这么说吧，就这一季呢是一季下来是远超玲珑的这样一个数量级不在一个数量级之上，所以呢这一方面的话呢也会确实花了很多时间那么再其次呢才是这个疫情，那么去年的话呢我们也处在这个风暴的中心所以大概前后造成了大概5到6个月的时间没有办法全力的投入到这个创作中。不过呢，现在也请大家放心现在这个整个都已经调整好了，很多困难也基本上已经度过了那现在目前正在这个加速期相信在不久之后就能以很好的状态和大家见面。您既然说到加速期，我就再具体问一下，能不能稍微透露一下，现在《三体》已经到了哪一个制作阶段了吗？可以的。那目前的话呢，我们剧本已经在收尾了，然后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资产呢，也已经完成大半了。然后呢，整个动画呢，也已经接近一半的这个制作量了所以说呢，这个已经进入了一个平稳的一个加速期未来会逐步提速因为它在这个3D 动画嘛，在这个准备齐备之后它是会有一个提速过程的因为我本人也是《三体》的小说书迷，这3部小说我看过了也有3遍了。但是现在我非常羡慕您，因为您本人肯定已经把之前已经制作好的片段看过不少了，对不对？对。这样，今天您就简单的用1、2句话给大家说一说您看完之后的感受，卖个关子，吊一下我们的胃口，好不好？好吧，那我就说8个字吧。好，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情理之中。那我们就好好期待一下。谢谢您的介绍。好的，谢谢主持人。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采访一下我们的龚总，因为《洪荒》这部作品融入了非常多的元素，有科技、武侠等等等等。请问一下，我们的制作组最开始的时候是怎样想到将这些不同的元素运用在一起，并且能够很好的把它们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最开始其实是一个非常私人化的设计。但是因为武侠嘛，科幻这本来就是听起来很酷的元素，而且这2个元素在现在的娱乐化模板中并没有被完全的所定义中，所以我们觉得很个人就可以非常好的代入，而且可以打上个人的印记。聊到洪荒科幻，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一个画布。
我们把科幻融入到了洪荒的背景当中，同时它又给我们的故事描上了边界。武侠感的话，那就更好说了，因为我们的故事主题就是镖师嘛，镖师一听就是一个很有武侠风味的名字。在我们第1季的台词当中呢，我们就有一句说，我们的镖师是要以天下为标，守洪荒安全。所以，它其中传达的道义感，其实跟武侠当中的责任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说到最后，这些设计我们都希望可以落实到我们最终的视听感受当中。在《洪荒》第2季成功之前吧，我可能会厚脸皮的跟大家一直讲，我们一定可以实现的。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洪荒，我们也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也相信一定会成功的。刚刚您说到以天下为标，也让我想起了金庸先生的小说当中“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样的侠客精神，其实是能够映照在一起的。再次谢谢您的介绍，谢谢您。那接下来的这部作品《黎明之剑》同样也有非常独特的设定。接下来就问一下我们的郭总，在《黎明之剑》的世界里面都有哪些特别的世界观和设定？要请您展开为我们讲解一下。《黎明之剑》这部作品呢，是讲述他的主角穿越10几万年以后，带着他的子孙后代一路打怪升级的一个故事。这里呢，科幻世界与魔法世界有巧妙的融合在了一起。里面有便捷的法师，有不着调的精灵，还有异世界的骑士。里头有很多奇思妙想的一些元素融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奇思妙想的一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品。谢谢您。刚刚就听您简单的讲述的那几个词，已经感受到了我们动画人的这种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在作品当中延伸开来。再次谢谢您的介绍。那么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徐导，因为在动画方面真的很少有密室逃脱方面的主题的作品，而接下来这个爱优的密室动画主创人员，你们是不是因为太喜欢玩密室逃脱，所以想着制作这样的一部动画作品出来呢？密室逃脱我们肯定都有玩，但是玩的比较菜鸟。而且实际设计密室跟玩密室逃脱游戏还是挺不一样的。那您在制作这样的一部动画作品当中遇到了哪些难题？能给我们展开讲一讲吗？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最大的难题，如何能设计一个逻辑缜密，然后有观赏性，然后又能呈现出来的密室而且你还得考虑到观众的感受，你只是让观众去看着角色去玩密室，这个肯定很没意思。然后那如何让观众有代入感呢？这些是这个故事设计最大的难点。然后因为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太难了，导致我们的制作人员最近变得就是越来越奇奇怪怪的，就是每个人看起来都有点像阴谋论的专家了。然后在制作中也是各种悬疑、各种演，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为了拖进度而准备的借口啊，好，谢谢您。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拖进度准备的借口，就是因为大家沉浸了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尽快的和各位见面。再次谢谢各位的介绍，谢谢你们的分享，非常感谢，请各位台下落座休息，我们共同期待你们的作品，谢谢。同时，我们的偷星9月天和第一序列的主创今天没能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共同分享他们的创作故事。请看来自偷星9月天的导演廖理和腾讯动漫内容总监李晓婷发来的 VCR。大家好，我是神番动漫导演廖理，也是这次偷星9月天漫改项目的导演。这次因为疫情原因，我们不能来到现场，真的非常遗憾。偷星9月天这部作品，相信很多人并不陌生吧？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也是当年知音漫客人气排名第1的漫画。所以在立项之初，我们就非常清楚它的 IP 价值和庞大的粉丝基数。它有着非常庞大的世界观，里面的人物关系复杂，各方势力交错，有热血的战斗，有青春冒险，
还有很多很多让人难忘的感动的瞬间。所以在改编过程中，我们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同时让它更加的唯美时尚，希望能够给粉丝一个满意的答卷，让这部经典的作品不会因为时间而被大众所遗忘。另外，我们在成都祝 B 站国创发布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大家好，我是阿布。第一序列呢是一部末世废土、都市异能题材的作品，改编自粤文白金作家会说话的肘子的同名网络小说，讲述的是在核灾变后的废土上，流民少年任小素觉醒异能，经历生死危机，逐渐成为守护人类文明的强者的故事。科幻废土对于国产动画番剧来说是个相对小众的题材，但在第一序列里，我们不想去体现世界的残破和荒芜、绝望和灰暗，我们想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全新的美，是人类文明和生态环境在毁灭重启后蓬勃而出的生命力，是生命会自行寻找出路的奇幻之美。这是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所在，也是这部作品的主旨。当灾难来临时，希望才是人类面对危险的第一序列武器。
还没有找到吗？识别前线者，前线者确认。参见，陛下。陛下，可爱在实力面前一钱不值。这人我已经看透了，他肯定是想骗我们帮他做任务。所以你是谁啊？陈军是我的下属，我对他个人没兴趣。有了有了！异能基金会让我告知你一下权利，你有权利放弃抵抗后获得人身安全。现在放开！不是叫你待着别动吗？Das Leben beginnt mit der Segen. 毁灭者的族人，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请降临灾难在这个星球。把刀放下，沃什多，手放在我看得见的地方。有人受伤了，快叫救护车！呼救总部，收到，请讲。188号商铺内发生一起恶性杀人事件，被害人腹部有多处刺伤，失血严重，嫌疑人目前已被控制。快救他呀！刚刚伤势严重，立刻准备手术。好。体力下降，血氧往后兜60，动脉压迫止血。肠道大面积破裂，腹腔已准备，EPI 360。医生来急了。
没事的，乔丽。好的，精彩的内容看完之后，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分享。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万维猫动画联合创始人王玉仁、福煦执行制片人蒋竹、西陵帝国动画制作人藕粉、雷川文化 CEO 北斗北工作室联合创始人王秋库、命运全台总导演、时光代理人导演李豪林，欢迎各位。 接下来就要有请各位一点点来为我们答疑解惑了。首先是《无限世界》是改编自经典的这个无限流小说，所以要问一下王总，它和其他的动画作品相比起来，您觉得最大的优势在哪里？应该我们是第一部这个无限流的动画作品吧？目前呈现出来，因为确实《无限世界》的原著《无限恐怖》是。 国内最早的一部无限流的开山之作，那么经过了什么10几年的时光，然后我们今天也非常高兴能够把这部作品终于以影像的形式呈现给大家。因为无限流的作品其实这几年在整个国际上都有非常多的体现，从之前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到今年大热的《鱿鱼游戏》，其实都归于这个类别。那么我们中国的无限流作品其实。 相比起国际的这些无限流作品来讲的话，它有非常强大的这个中国式的想象力。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些主角儿，他会被放到一个一个充满着解谜、动作、挑战、人性挣扎的环境之中，然后去完成任务，获得生存的机会。那么这样的一部比较有想象力的作品呢，也是非常适合动画的体现的。我觉得这个作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谢谢王总您的分享。我们的确非常期待着无限流遇上动画的改编会呈现出怎样的样子。而且您刚刚说到的国外的几部作品，我的确也都看过，所以非常期待您带来的这部作品。谢谢您的分享，谢谢。那刚刚我们从大宇宙时代的 PV 来看，似乎这部动画里面会出现一些巨型怪兽以及外星探险的剧情，所以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制片人蒋老师，在设计这些外星生物时都遇到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和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大家好，我是福煦的执行制片人竹子。刚刚的 PV 里面出现的这个星球名为沙星，是一颗星球表面完全没有水分的神奇星球。 所以剧组在设计这个星球生态的时候，恶补了许许多多的相关资料。在原作的基础上呢，我们对这个星球目前的这种生态样貌进行了全新的改造。然后呢，那段时间剧组的电脑上放的基本不是爬虫就是恐龙的，导致隔壁的剧组一直以为我们在拍一个环保片儿。谢谢大家。谢谢，非常可爱。来。 通过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方式来为大家打造出一颗神奇的沙星，也希望沙星上的故事早日和大家见面。再次谢谢您的分享，谢谢。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西陵帝国的制片人藕粉老师，就是主角陈俊如何做到他从一名普通的大一新生成长为西陵帝国的领袖人物的？在动画里面，对于人物的成长变化会有怎样的刻画？为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好，你好。 我是西陵帝国动画的制作人，第一次这种场合有点紧张。像那个陈俊，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学生转变成一个真正的帝国领袖？其实更多的是被逼的，因为他如果不成为皇帝的话，就等于放弃他自身的存在了嘛。然后西陵帝国它本身原著就是一个轻小说的一个开山鼻祖。 我们在整个故事的一个设计过程当中，也是希望能够尽量呈现出角色丰富鲜明的性格。那陈俊在整个历险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哪一些挫折？那我们团队也会陪着他一起共同去成长。希望大家期待，我们会努力做出优秀的作品。 好，谢谢您。虽然您说着很紧张，但是讲述的非常好。同时，您刚刚说到那句“与他共同成长”，我相信也是所有动画人物之间以及动画创作者之间都希望能够拥有的关系。那接下来这部作品是《火星西路7号》，
是0号宿舍主创班底打造的全新作品，而0号宿舍在我们 B 站上的评分有9.8分。一旦你打开那个视频，就会发现弹幕都在刷“恭喜你发现了宝藏”。所以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王老师，新作品和0号宿舍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这2部作品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最大的联系其实还是我是0号的粉丝，我是看了0号这个项目之后才去找到的主创团队，就是说。大家有没有兴趣一起做一个新的项目，做一个科幻的呀，还是保持这种美式比较卡通的这种风格的作品？然后呢，因为我们几个创作者吧，其实都是大学同学，导演波导跟我是同一届的，包括其中一个编剧军长也是我们同一届的电影学院同学。然后另外一个编剧老师，也就是0号当时的编剧施哲老师，其实也是大我们的师兄，所以就是。北影系，然后看了0号之后，大家重新集结做了一个新的项目，是这么一个过程吧，然后2部作品，我觉得还是火星项目还是有一些差异，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主要就是说，想要通过这种人类文明集体移民火星，这么一个大的世界观下，通过相对而言比较卡通跟夸张的表现形式，去表现一个。还是在这种设定下，大家柴米油盐酱醋茶，一个生活化的场景，或者说一个生活化的内容。当然，整个的调性还有剧情会有一个就是连线的一个剧情的，都不像0号，相对而言是一个情景剧的这个感觉。火星这次还是争取说用一个长线可以拎得住的剧情去串更多更丰富的一个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也希望大家这个后续能关注我们的项目，谢谢。好，谢谢王老师您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又一个宝藏作品的诞生，同时更期待发生在火星西路7号的故事。下面我们要采访一下我们的李导，命运全台当中热血硬派机甲和可爱机娘的组合也非常具有反差感，当初是怎样想到要设计出这样的一个组合的？其实呢，我还是秉承着一直要创新的这种思路啊，就是说我是希望带领团队和培养新的团队。能够去创新的去尝试，所以呢，我们团队里其实有合作的伙伴对机甲这个题材非常喜欢。然后呢，我也是觉得机甲在国内其实很少这个题材，但是喜欢的人也很多。但是我是希望在这个题材基础上还会有一些新的创新，所以说，我这边也不会透露太多，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 PV 以后也会觉得很意外。那我希望把这种意外感呢，能带到后面的剧情里边，让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惊喜吧。对。好，谢谢李导。《命运的全台》是一部新的原创作品。那其实今年还有一部成绩非常好的原创作品《时光代理人》，也是我们李导来指导的。刚刚《时光代理人》第2季 PV， 李导又刀了我们，而且在开始之前的时候，我就看弹幕已经在发这个事情了。能不能稍微给我们透露一点点，比如说第2季的故事的走向呀，时光照相馆的3人组合会如何破局？时光的话，因为本身来说，第2季肯定是以一个悬疑的一个主线去展开的，所以呢，这里能说的内容呢不太多。那当然，我觉得就是说，大家看了 PV 以后，肯定会有点心脏骤停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在看到第2季以后，心脏复苏吧。对。好的，那就抓紧时间，快点和各位见面，让大家心脏快点复苏过来。再次谢谢各位主创的介绍，谢谢各位。但是要请李导和我在台上稍事留步，好不好？请各位主创台下做休息，谢谢。这边请。之所以要请李导在台上和各位继续来分享，是因为我们李导同时也是作为哔哩哔哩动画制作中心的负责人，今天也有一个惊喜要为各位发布。在发布之前呢，我先把我准备那个惊喜的翻卡器给你。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李导来为大家来公布这个惊喜究竟是什么。好的，是这样的，就是说。从2013年开始呢，我与非常多心怀梦想的创作者一起结识了，并在一起参与了就是国创动画的不断成长。其实当年能找到他们呢，其实都是通过互联网啊。这个过程呢，就像在一个无尽的黑夜中找寻那些期待被发现的星光。但是如今呢，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聚焦于 B 站，寻找更多的光来照亮国产动画的未来。那您刚刚说到的这个寻光究竟是一个怎样的项目？接下来就请您展开为大家介绍一下。寻光其实是我们寻找扶持更多国产动画人的一个行动代号。
其中呢分为3个计划来针对不同阶段的动画人。他们有的人呢其实是一枚原石，就是等待着被挖掘、被打磨。然后呢，有的呢可能是一个小宇宙，已经微微发光了，但是呢对未来充满不安。还有呢像一颗胶囊一样，它蕴含着灵感和爆发力，只等着一个激发的机会。所以在今天呢，我为大家准备了一支短片，请大家看。来自传说中赋予生命意义的火，究竟被埋藏在哪个角落？这个世界渐渐变得为我的脉搏，此时此刻由我将它复活。明明眼泪依然挂在眼角，没什么没什么，再表演一次笑，痛苦已经聚成了长矛，见过谁能预兆？黑暗中愈演愈烈的心跳，这不美丽的煎熬，也是我们握在手中骄傲的炫耀。在远方最我最用倔强的星光，早已超越所有的绝望和希望，将整个宇宙的质量放在我的智上，每一秒都像自圆其实和向往，不停冲击着梦想诞生的波长，终于释放未来的模样，就破惊涛骇浪逆风远航，升空烟火黑夜仍将我包裹燃烧，心和信念永不会坠落，升空烟火我不会让你沉默燃尽，星河再一次复活。在远方最我最用倔强的星光，早已超越所有的绝望和希望，将整个宇宙的质量放在我的智上，每一秒都像自圆其实和向往，不停冲击着梦想诞生的波长，穿过迷惘寻找你的光芒，就破惊涛骇浪逆风远航。看完这个，我只能说你必有了。哇，真的特别燃，因为前面是在展示，比如说动画最初的时候一点点的制作过程，但是到后面那个细节特别打动我，就是从那个下面的数据只有1个人，然后变2个人，然后开始飞速的变化，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整个画面的人物全部发生了变化，看得心潮澎湃。是。因为这支短片的创意初衷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不知道多少的就是在屏幕前的就是动画人，我们的梦想可能就是从短片中那主角是一样的，从我们书本上的涂鸦开始的一种探索。然后呢，我们借助着软件硬件的提升呢，我们又可以尝试更多的自己去创作动画的制作。然后呢，并且到 B 站上去分享和学习。对，是的，就是所以说那个虽然我们在 B 站上有很多 UP 主啊，年纪还很小，甚至还有些都是中小学生，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天分已然是一颗闪亮的原石。所以原石计划便是面向这些喜欢动画、还未系统学习动画的那些年轻人和创作者的一个而设计的。然后呢，我们将从稿件中选出一些优秀的作品，联合专业的院校，给予这些年轻人更好的指导、帮助、扶持和成长的机会。因为原石刚刚您说过的，他们其实还需要打磨，需要一点点去开发，需要我们一点点的发掘出来它宝石的那一面。所以说原石计划也是为了这些动画爱好者们提供一个更为专业的学习和成长的体系。那其实刚刚在后面也看到了，还有一个叫做小宇宙计划，它也是为了扶持动画人的一个原创计划吗？对，因为小宇宙其实今年已经是第3届了啊。这3年里呢，我们从高校以及独立的动画工作室中呢，寻觅出了许多优秀的动画人和动画项目。所以小宇宙其实更多的是关注于高校的毕业生。
然后呢，并且这些团队和作品呢，我们已经进行了全方位的扶持。我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是第1届小宇宙的金奖团队摔跤社，就是我们既然在支持他们的动画原创电影《龙星少女》的同时呢，在去年和今年，我们也一起联合制作了《英雄联盟》S 级的短片项目，包括今年的 S11的 MV。然后呢，我们还邀请了百大 UP 主影视飓风，对他们团队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深度采访，让他们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和知名度。刚刚听您说，其实小宇宙计划当中已经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那对于这些优秀的作品以及团队，他们的发展有没有更长远的规划？是的。然后呢，在这里呢，我就是说要告诉一个大家，就是我自己也很期待的消息，就是说我们马上要公布一个 PV。然后呢，它是我们去年的金奖得主火药方糖团队和摔跤社的一次梦幻联动，他们将一起携手把去年小宇宙的金奖作品《记忆管理局》制作成剧集，带给大家，请欣赏 PV。所以，你连他也要忘记吗？非常非常帅气，而且我其实在中间已经感受到了有很多悬疑的元素在其中，很期待。是。我自己也很期待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希望我们也是能够早日能够看到它的那个完成。然后最后有一个就是我还讲一下，就是我们讲了很多给动画新人的机会，但是我也了解到其实有很多民间高手啊。然后呢，他们也希望就是有一个机会能展示他们自己的能力，包括我说有很多有志之士一起来探索和引领中国动画的未来。所以这里也要推出一个叫胶囊计划，它面向的是所有热爱动画的、有制作能力的团队，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是广告的、CG 的、游戏的等等的任何行业，只要跟动画相关的领域，我们都欢迎你们来参与，并且有机会得到我们的支持和扶持。所以说我们作为我们第1届的胶囊呢，是用一种叫极致情绪的主题作为创作主题，我们不限题材、不限形式，高手过招，挑战自我。第1部的胶囊计划现在已经有15个团队在摩拳擦掌，整装待发，请看 PV。希望寻光能寻找到更多心怀梦想、闪闪发光的动画人们，汇聚起点点星光，照亮国创动画的未来。诗人王昌龄说：“人生须达命，有酒且长歌。”
长歌是豁达的生活状态，是悠远的江湖往事，也是昭昭的历史山河。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开启长歌之章。购买哇，这么热闹！各位道友，且同本大侠一起看看，接下来的长歌之章有哪些佳作搅动风云。深见心，总有一天，你会站到我面前，听着众人高呼。既然如此，那还等什么？大家这是？莫非已经回京了？仙乐，你来了。血雨探花，弯刀恶命。小裴将军怎么会伤得这么重？是的。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对不起。仙乐，你可知鬼市？有所耳闻。你可知鬼市如今是谁的地盘？嫉妒折煞了世人，固执的眼神，谁在等？莫非是花城？话语间无痕，高挂一轮明灯，因点燃旧梦，生死不再问。而你始终一路跟，人间多少轮回声，我一如默认，无谓沉沦。武林大会开始了啊！各部门准备，烹饪组要准备。烹饪组？不是让你做菜呀，喂！看我那边那个拉横幅的，不要了。这是花言派出了秘籍，叫做武林一点通，专门记录江湖艺术和盖世神功，比如哪个女生的少女梦，希望那个人是踩着祥云的大英雄。旁人看到直播，恐怕大家也是第一次。为了掌门再爱我101次，有人飞檐走壁，武功高，天地远人逍遥。有人讲花四习武练就一身武艺，想着踏入江湖，现在人家好好扬眉吐气，可落入花田门下，你的面朝土地，名字取得这么好听，待遇却是巨大差异。亭台楼宇和花香鸟语，深藏功名与家人积蓄，此处应是花莲仙境，带了薪睡觉可不允许。花中逍遥有仁义，仗剑天涯无虚文。若问武林何处去，关中看美妻素的3连。
亲的任务失败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不用担心，替代的人我已经找好了。倒是南边传来的消息，此刻更为重要。少爷，你好像把棋谱拿反了。要你说，我不知道。既然已经坐实魔女的身份，再这么放任下去的话，当年的事情必定重蹈覆辙。你就是谢探花唯一的徒弟。接下来，我俩该算算账。人朝前，剑朝前。学宫弟子，总有一天要自己行走天下。太弱了。大圣！一己之力，正人间公道。刚刚不光看到了很多精彩的片段，同时，由于 B 站也结识了很多优秀的配音演员，还听到了很多熟悉的声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各位主创继续上台与大家分享。现在让我们有请天官赐福导演虎牙，梦捕动漫创始人韩策，风铃玉秀导演 DDF， 有请各位。欢迎这边请。首先，我们要先来问一下，因为《天官赐福》的第一季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经典的名场面，与君山一花一剑等等等等，所以先替观众朋友们来邀请导演为大家透露一下第二季各位能够看到哪些名场面，你能透露的权限之内。好的，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大家好，我是虎牙。然后从第二季开始，我会和李总导演一起，然后负责就是《天官赐福》后续的剧集的导演工作。一想起这事儿来，你好开心啊！是的，非常开心。对。然后相信在就是这刚才播放的 PV 的画面当中，已经能够看到在第二季中，就是花城将会以一个不同于就是第一季三郎的一个形象，和身份与谢莲以及大家见面。对。然后有没有些关键词可以稍微透露一点点？是的，在第二季中有一些你想一下。哦。另外一位导演不让你说是吗？是的，这是因为可能会涉及到剧透。对，那我就简单说。好，最简单的方式，好不好？对，一个是赌坊、极乐坊、极乐坊，还有兵器库。对，
请大家期待一下。好，没问题，剩下的就是大家要好好期待了。是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替大家好好的监督李导，然后薅他头发。谢谢。好，谢谢。那我们也期待2位导演共同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天官赐福》的动画第2季。那么接下来要问一下我们的韩总，《武林不二周刊》是一部讲述的是古代职场的动画，这个题材的动画在市面上真的很少见。当初是为什么会想到要做这样的一个题材出来呢？好，大家好，我们做这个题材主要是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职场中的一员，对于职场，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深有体会和共鸣，比如加班、团建、加薪等，所以我们就想做一部会让人会心一笑的武林版职场故事。世界是一个小小的江湖，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大侠，友谊满满，沙雕爆笑，还要元气满满的前进。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谢谢。好，谢谢您刚刚的这个介绍，非常的流利，而且呢，我相信这个内容很多人会非常的感兴趣，加班呀、加薪啊，可能对于第2个词儿会比较感兴趣。不过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给大家带来元气满满的能量，谢谢您的分享。那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 DDF 导演，《风铃玉秀》从 B 站拜年季的单曲，再到年更，后来到周更，再到第1季的完结。用了5年的时间，在 B 站《风铃玉秀》的评论区，大家弹幕里都会刷“愿你长寿，我的朋友”。那么我们的第2季还是一部需要和我们的导演来比拼养生和寿命的一部作品吗？你们会不会加快一点点？大家好，我是《风铃玉秀》的导演 DDF。愿你长寿，我的朋友，这句话已经成为我们长生宗之间特有的暗号了。这也证明了第1季大家各自等待的煎熬。不过第2季大家不会这么煎熬的等待了，因为在第2季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讲述过去江湖当中历尽的恩恩怨怨，以及灵儿、玉秀他们各自面临的际遇和各自面对的抉择。相信在第2季的时候，大家能够在养生的同时，早早的和灵儿、玉秀他们见面。谢谢。好的，谢谢大家，就是还是要注意养生。不过导演今天放出话来了，一定会更快一点，也要辛苦我们的导演以及各位主创人员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分享，谢谢你们，谢谢，请落座休息，谢谢。那同时，《剑网3侠肝义胆沈剑心》第3季和君有云2部作品的主创，由于疫情的原因，今天没能到场。接下来，《剑网3侠肝义胆沈剑心》总导演、编剧周妹和君有云的导演唐岩将会通过 VCR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作品。大家好，我是《剑网3侠肝义胆沈剑心》的总导演和编剧周妹。像大家在我们的新 PV 里看到的一样，沈剑心马上就要迎来中原最大的危机。在第3季中，长安城将会开启重要的副本，也会有一些大家能想到和想不到的新地点解锁。星星在第3季中会遇到很多的新朋友，像是苗疆的曲云、阿亮，也会有许久未见的阿萨辛重出江湖。新老面孔与沈剑心将会开启一段全新的江湖之旅，相信一定会有精彩的故事发生。避世学宫，经历另一番风雨，各路侠客，倾听别样江湖。大家好。我是君艺欣导演唐岩。君有云这部作品讲述了苏白衣、南宫希儿等4人离开学宫，踏上江湖，一路为寻找真相、解开身世之谜而经历千难万险的故事。本作品注重君子之道，向大家展示以己之力正人间公道的侠义，着重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中4个初入江湖的懵懂少年，面对强大敌人，尽显少年气概，他们不为天地，只为良心。他们有深爱之人，有护国之责，有重于生命之大义。通过危难之际，人物面对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本我的艰难抉择，讲述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责任。我们希望通过那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对亲情、友情的珍惜，对信仰的坚守和为理想的奋斗，与各位产生共鸣，传达积极健康的正能量。我代表君艺欣的所有小伙伴，祝2021 B 站国创发布会圆满成功！哔哩哔哩，干杯！
接下来有请哔哩哔哩干杯音乐签约音乐人于子君、张紫薇为我们演唱《百妖谱》第3季动画插曲《磐石》，并开启《长歌之章》下半程的发布。一念不灭，千千成劫。落叶有风才敢做一个会飞的梦，孤窗有月才敢登高在夜里从容。那风不动，不动那夜的梦，月不停。
心灵为凭，定气成约。怎道成就？3000年了，我一定要筑基！啊，成了！我是不会放弃筑基的。筑基，老白，随我回妖界吧。筑基，斩妖除魔才是正道。筑基，来我上玄火。神鬼殊途白虬髯，放弃筑基吧。筑基，来我鬼界，我封你为放了你大头鬼！打人不打脸，滚！我绝不放弃！总有一天，我会进阶成功，然后御剑飞行，纵使气海无限，也终会凝气化元，成功筑基！这里是 MC 小凡，接下来让我们采访几位热心市民。最新消息，因狂风死亡的人数又提升了。那是什么？小猫咪，别害怕，我这就想办法救你。也不知道为啥，穿过龙卷风，我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样貌也发生了变化。没想到小白也跟我过来了。大芒果拿来吧你！后面是什么东西追我？不要追了，放过我吧！肚子好饿啊！老板，来俩包子。客官，包子铜钱20文。好嘞，您稍等。给客官，您这银票好生新奇。不懂了吧？从未见过的。官府今年新发的。给大家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女啊！哇，真是个大美人啊！我就盯你半天了，看着就不像个好人。
看完精彩的 PV 之后，也希望各位的期待值能够和我一样拉满。接下来继续邀请几位主创上台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接下来有请百妖谱总导演董毅、福煦影视副总裁、制作人吴凌翔，我的异界之旅和星源之主的项目制片人林启梦、长歌行导演周迅，欢迎各位。好，欢迎各位的到来。刚刚我们听到了非常唯美的百妖谱的第3季的插曲表演。其实百妖谱的每一季都非常的有特色。第1季温暖治愈赚足了大家的眼泪，但是到第2季的时候，有人开玩笑的形容说是渣男系列，然后呢讲述了很多让人感觉苦涩愤恨的故事。那么董导能给大家剧透一下第3季的故事又会有怎样的特点吗？好，就是因为百妖谱第1、第2季都是在讲述桃妖一行主角团的云游嘛，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也看得有点云里雾里。但是第3季开始啊，就是桃妖一行就终于进入了主线的一个环节了，所以说他们会来到我们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城市汴京，也就是我们的一个京师。然后在这里，因为是主线嘛，所以说他会居住到一个大户人家。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完 PV 就可以知道，就是说在那个竹林深处的一户大户人家，就是桃妖在第3季我们开启主线之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居住的一个场地。然后在大户人家这个地点呢，他也会遇到我们期待已久的男主啊。其实柳公子他并不是男主，然后我们的男主另有其人，然后他会跟男主，并且还会跟许多男性的配角和一些女性的配角发生一些非常非常细微的微妙的情感的一些互动，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好，等了3季了，男主终于要上线了，我们也期待着灵医桃妖为我们带来温暖治愈的全新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请问一下我们的吴总，在动画制作过程当中会经历很多大家都会经历过的一些比较苦难的过程，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点开心的事情，所以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在练气练了3000年的制作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让你们觉得特别开心难忘的环节？其实每一个项目开发它都是一个痛并快乐的一个过程。最开心的事情，其实在这里可以分2个层面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第一个层面其实就是我们的作品本身。其实大家刚才通过观看我们刚刚发布的 PV， 其实对于我们的男主角白秋兰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实他这个人，
对于筑基的成功，其实他是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执念，但是又是因为他3000年了，他在整个筑基的过程中，他都是一个最底层的存在。但是又有3000年，他这么久，他所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让他在当世都是一个几乎是没有人可以挑战他的这么一个龙傲天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这里面本身它就有很多的有意思的，包括很多甚至是一些沙雕的好玩的冲突点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团队自己在做剧本、在研发分镜和演出的时候，他都会就是这种情不自禁的那种很开心、很愉悦的这种心情。其实第二个层面就是制作的层面。其实在这次项目的开发过程中，我们运用了一些非传统2维方式的一些拍摄方式，其实也是第一次的尝试。在整个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工种它都是有一个磨合，但是团队当看到最终的效果的时候，其实都觉得自己没有白辛苦。其实这一份的成就感对于创作者人来讲，其实是最原始，也是最单纯和最核心的一种快乐。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项目，谢谢大家。好，谢谢您。相信在度过了彼此的磨合之后，会呈现出越来越好的效果，带给所有的观众。接下来我们要来聊聊我的异界之旅这部作品，因为我的异界之旅讲述的是少年陈小凡修炼冒险和打怪升级的故事。要问一下我们的制片人林老师，他和同类型的其他作品相比，您觉得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对于这次我们的番剧来说，其实它是突破了以往的单纯的升级打怪的这个系列。我们在整个的故事里呢，我们在流行性元素的基础上呢，还添加了整个故事的主题性，使整个风格是偏向于轻松、欢快、活泼的。在整个人设上面呢，我们也是更加的时髦跟讨喜。所以呢，希望在明年的上线的时候呢，能带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新世界。好，谢谢。但同时，林老师今天还带了一部作品来和大家见面，就是《星源之主》，它是围绕着一块神秘至宝星源石展开的，对不对？所以请您帮我们来展开讲解一下星源石是怎样的宝物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其实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星源石的。我们整个宇宙诞生之初呢，星源石它是第一颗的能量石。我们的主角呢，也是通过他拥有了整个修炼资质，因为他原先是个废材。然后呢，在后期呢，星源石帮他窥探到了整个宇宙规则的奥秘，他有望成为世界的主宰，成为神。他就是一个大男主的爽文。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好好期待一下。谢谢林老师您的介绍，谢谢您。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我们《长歌行》的周导，因为改编《长歌行》肯定会担着很大的压力。那请问您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您和您的团队都做了哪些尝试和努力？介绍一下。的确是挺大的压力哈。那么我觉得压力其实最大的点来自于说整个片子的一个气质的拿捏上吧。那么包括人物设计，包括剧作，还有包括一些音乐上的。那么在美术层面来说的话，像人设上面，我们尝试了很多的风格，有写意的、写实的，还有甚至包括卡通的。那最终我们还是落笔在一个历史的厚重感上。在那个故事创作上面来说的话呢，也做了一些方向上的一些探索吧。长歌虽然她是一个女孩，但是我们更多的把她看作是一个失去了亲人、家庭，还有失去身份的一个年轻人。那么从帝国的一个公主沦落到被诛杀的逆贼，她该如何生存下来？该如何自处？该如何用动画的形式去表现她改变一切的这个决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那么我们想既要符合原漫画夏达老师所表现的人物的气质，也希望能够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特色。在这里其实特别感谢 B 站的各位老师，还有我的团队、编剧、音乐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 PV。谢谢大家。
好，谢谢周导，我们也希望早日能与动画版的《长歌行》相见。每一部优秀的国创作品背后，都是一群不断努力与探索的动画人。再次感谢几位主创的分享，谢谢你们。感谢各位，共同期待你们的作品，请各位落座休息，谢谢。